也平衡发展的。你是一个生命成熟一个平衡的发展，你袂特别干那伫一个所在作强安尼。这是保罗要讲的圣行的结晶。好，所以你唔通俩这讲，这个人都很温柔呢，所以他有什么圣灵的果子？无一定，这人有可能伊生出来就是安那，足温柔，有无？有这款人无？有嘛吼，跟我同款的对无？安尼咧笑啥？是不是有这款人伊生出来就足温柔？无表示伊是真有圣行的圣行的结晶伫个性命，是真正有圣行影响的性命，是一个平衡的、全面的成长。为什么？保罗刚刚安尼讲，这句话要看入去，咱继续。伊讲，既然属伫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甲肉体刷肉体的情，甲伊的肉，拢安那钉伫十字架顶面啊！其实各位兄弟，基督徒有没有被圣灵影响？基督徒是不是圣行充满？有一个特征，就是这个基督徒是不是愿意对付家己？就是这个就好了。基督徒是不是圣行充满？你会当观察的，就是这个人是不是愿意对付家己，而不是去看他会晓讲方言，会晓请本道，会晓背起来，也是安怎啦？唔是咧看这，是一个人伊愿意去对付伊家己，就是一个互圣行充满的人，因为伊的性命有一个征战，他的生命会经历一个征战，什么款的战争？就是本来是世界的价值掠条的性命，即摆换做是啥物货？上帝国的价值，这就真正会有足大的背叛伫伊的性命内面啊！各位兄弟，所以我要强调一件代志，毋是咱伫日常的生活有好的表现，咱就是上帝所欢喜的基督徒，毋是安尼。是咱伫咱的性命内面，这个好的表现背后的动机是上帝所欢喜的，咱就是上帝接纳的基督徒。重点不是在我们做的事情，重点是伫咱做的代志背后的什么货？迄个动机甲你的想法，迄是上帝要看的。人敢若会当看到咱做出来的代志，来评断咱是好还是歹。上帝是看咱心内的动机，甲心内所思考的，来看伊要接纳无。各位兄弟，咱爱知影，咱是已经甲咱的肉体，连同咱的肉体内面的情甲私欲，拢钉伫十字架顶面啊！咱要定心伫圣行的引带，伫基督的稳定下面，过一个无共款的生活，这是无容易，毋过是满有价值。咱三甲来扶持，做伙行这条路，同心祈祷。阿爸爸，我感谢每一个人伫阮的中间。拢是你所听，你已经竞选，你已经满享受稳定伫心上的人。阮既然已经承接这款的稳定，开达伫阮的心上，帮助阮活出你所欢喜、你所介意生命的款式，无顺探这个世界的价值，嘛无在意。这个世间的人对阮的看法，因为阮独要甲你对阮的判断放伫阮的心内，求你继续安尼教示阮，提醒阮，嘛帮助阮安尼行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